咗友誼嘅橋梁，每年都邀請各國嘅駐港領事同埋佢哋嘅團隊咧係參觀工展會，講好香港工業同埋品牌嘅故事。為進一步係響應盛事經濟同埋促進旅遊，今屆我哋除咗係繼續提供每晚7點後咧係所有人士係免費入場，我哋更加係會為所有持有旅遊證件嘅訪港旅客咧係提供免費嘅入場。我誠意要係歡迎大家咧係參與今屆工展會嘅呢個標誌性項目嘅活動，嚟到體驗香港品牌嘅活力。最後，我代表廠商會多謝各位傳媒朋友以及係市民對工展會嘅堅實支持。今次呢個係標誌香港堅韌精神嘅展會咧，係能夠不斷咁樣去延續喺度。我預祝今屆嘅工展會圓滿成功，祝在座各位身體健康。除咗傳承經典創新，更係工展會持續發展嘅 DNA。因此，本屆工展會除咗舉辦深受小朋友喜愛嘅工展超級小 model 選舉，今年我哋更首度引入 DJ 打碟大賽，希望呢啲新嘗試能為工展會帶來新鮮感同埋活力，吸引更多年輕人入場支持。最後，我謹代表廠商會同埋參展商，再次多謝各位傳媒朋友嘅支持。並誠意邀請全港市民親臨工展會，以行動提振經濟，用笑聲感染身邊人，讓工展會成為呢個冬天最暖嘅香港故事。多謝大家。